经济部金部长的颁奖典礼来表扬去年进出口绩优的17间的企业，尤其是去年全世界疫情上界紧张的时阵，台湾的出口贸易也是高达新台币4464亿，破历史纪录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肯定所有台湾企业的努力。一动一静。 New collaborations. 一点一线拢来自台湾企业的勤恳，撼动全世界贸易的战场。台湾的企业凯旋而归，歌声连天。虽然去年全世界拢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不过台湾的厂商分量杀出重围，出口4464亿新台币，创历史新高点。让我们恭喜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海源城股份有限公司。 17间厂商得到经济部金部长的肯定，虽然因为疫情关系无实体招商参展，台湾的厂商利用所有的行销，另外找出路。 这个疫情期间，那各个国家需要的这些产品，那刚好是台湾的强项，这些资通讯的产品，那这是第一个。即使不能出国去展览，也能够帮他们寻找商机。所以确实我们大力去推广数位行销，比较公版的这个背景下面呢，那厂商用创意来介绍自己公司的特性，那厂商的反馈也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。 对他们是非常有帮助。中丰破龙会友时，伫外分环济冲海，得到农业类金奖的企业海元盛成立短8年，桃园远洋渔业利用分段智慧物流管理，外销快速成长3倍。 国外哪个地方只要有网络，你都能掌握到今天海上的捕捞量、全世界的捕捞量，那甚至说哪一个国家现在有什么需求，它的行情是多少，这些东西都要及时掌握住，然后去分析它，然后把货卖到市场最高价的地方。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. 虽然挡会掉病毒，却是挡不掉台湾企业勇往直前的脚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